米其木，主厨好时刻，米其木料理，阿龙哥，米其木，米其木给你做甜的啊。哎呦，甜的哦，煮绿豆蒜，蒜头放落去，当我是煮甜的冰酸条啦，唔甜命。甜面吼，你比如做节目啊，做冇共用，冇你係按到綠豆仁啊，你係咪按拼動客家種啊，當到好朋友鄉親朋妹啊，會買嘅按到綠豆蒜，也係肉體嘅皮薄體係嘛？籽啊，即中間嘅籽啊，就中間嘛係嘛，皮膜嘛係嘛？當我說哦，來，你下先嚟放落去煮，先嚟放落去煮，要先煮。嘿，好，料來浸一下，浸半點鐘也係一點鐘。哦，唔係講食落去我浸啦嗬。係，好。等下可能碗雞汁，會變成太薄嗬。會當太薄。然後湯麵啊，湯麵啊，小薯湯麵係做湯湯嘅，我哋講，唔是冇做醃。好，做下糟豆。糟豆，要靠刷，靠刷，最好嘅口感是安樣蝌蚪狀、水滴狀的。等下可能碗雞汁，會變成太薄嗬。會當太薄。好，你嚟煮一下，然後摘過來啊。教大家做米其木。哦，你米其木先做哦。嘿，你準備200嘅嗰種嘅番薯，再來米，再來米粉，再來米200克，你係30嘅番薯粉30克，你一下呢，我準備250cc 嘅燒水滾水，滾水250cc，冷水係130cc，加冷水，你一下。番薯粉，然後呢嗰種嘅菜類米粉，放落去，我哋嚟淥落去哦。然後湯麵啊，小薯湯麵，我先小水，然後攪一下，好，我哋加水加多啲。唔過米其木沒有本鹹一點甜嘅，咁甜炒啊，佢做好張炒過，佢基本係咁樣做啊。好，做嘛？用手攪，冇啦，係調濃煙啊。喂，唔要加冷水啊？你係加冷水，我嚟，手拿把下攪。說發說滾嘛？說法說滾吼，到目前為止就咁雪吼，你係喊你咁雪，說白咪你係當燒哦，吼，我練過都出嚟啦哈。你下我撈佢變米其木冇咁簡單啊，有冇可能按水呢？係，咩嚟啊？看水啊，係正經加燒水哦，你算準。變下去啊，基圍下高，好，就過來，你阿記啊，寫咗嘛？嗦咧，係嗦咧，你鹽土哦，係咪係？你當燒啊？好，火炸太掉。俾滾，你冇咪賣啊？之前係一條一條啊，當葱啊，跟機器做係嘛？係，小碗你啊，我拿一鑊水，撩起來，不用冷水做的，係啊，係。好，你一下，等一下撩起來啊！好，鋪起嗰時撩起來。有。嚟啦，先嚟攪一下。
冻姜吼，係真嘅係做葱葱嘅，我哋講，你是莫做安醃，好做下糟掉，糟掉，要靠刷，係好實，嗰時候佢很冇色，強硬，哦，最好嘅口感是咁樣，蝌蚪狀、水滴狀的，係流水紅啊，係。好，就過來，繼續啊，有啲標記幾名啊？一熟咯，你做得下太板呢，佢睇就係較快嘅啦。有啲因為係嗰種嘅鐵皮做，唔是啦，是講熟咯吼，你鐵皮做，你一年做冇兩擺啊，你做得簽到做得共用嘅，哦，你從倆，因熟嗰種嘅錘頭絲啊，順前用倆，因是做得用。唔是講鐵皮去填一隻來做米奇木嘅。哎呀，對，有一隻想法呢。比方講塑膠佬係咪有冇？建議孔用一年。做得啦，做得嘛吼。用嗰種擠花帶啊，做嗰種西點擠花帶啊，咪做得啦。有啲東西啊，你像節目我會教大家做板條、米線木、米粉，也嘛嘅。哦，其實哦，客家嗰種嘅米食啊。非常的廣泛，好，好，你要炒啊，做甜湯啊，春前做得，哦，米線木你要撈佢下抬挑，開始啊，水冇表人多，哦，開始冇按 Q。哦，前菜呢啦，佢樣乜嘢？你愛下好看，嗰時係照到，你係愛下光片，你是好食，就講得好，係你是有種隨性啊，好，你啊做得咧，就過來，雞碗，重新混鴛鴦，有咩嚟嘅？水滾就落去吼，有重新食乜嘅呢？食餅啊，哦。酱哦，我跟你講，手把面你做得加變水啊，那個變啊，瞬間讓它急速冷卻啊，因為佢凍水，來溜起來啊，用變水啊，幾很好食。哦，我都卡不住哦，畫我的人像哦，哎，按湯就好誒。過往之魚，好，那個병過來，啲水要幫我溜起來。好了，溜一點，我看熟嗎？吼，應該是嘛。喏，酥嫩呢。唔係做到有啲半透明嘅，你就唔係，你即係冇賣呢？你啊，冇咁簡單。你我而家便店那去賣。哦，係啊，什麼便店乜多隻位啊？係。好。溜起來，有時係那個港年啦，吼，咩講米線木點點啊？我家己用個披薩嘛。係，好，你也不用啦，不用嘅，好，我得咧。有水梅咯，糖、二砂糖，
好，汤放落去哦。绿啊，你真紧当好食，好，你下少食的种绿豆仁吼。你啊，绿豆因为绿豆仁啊煮好啊，来该用的封条啦、肉条啊，来用下煮。你还没冻到饮食，你会冻控钿哦。它营养成分，你用个肉条啊，记得好薄体，再表个一个就取那个仁里面。你无看我看像小米粥样的。小米粥。啊，你讲有甜，你个糖安多讲有甜。你还有啊？唔拉甜。唔拉甜。哎拉毛。因为若是做安尼东西，糖个当多。哎拉毛。来，吃看。注意哦，你要煮好啊，你要冰冷时间去喊袂有咩呢？去喊会状态哦。哦呀，跳都跳呀。嘿，有甜吗？但系叶落应该唔拉甜。係一定係注意落你都睇到糖漿。鹽嘛。有啊哈，難怪冇甜嘅啊。冇啦，糖啦。好，過來，你還沒你起來。唔是，我哋冰嚟哈。倒過來，漂亮的。冇打。都因為照睇你咯。好。哦。過來，呢米奇木主角哦。我哋是一台房嘅。跟爸爸媽媽吼食點心嘛，食因食點心嘛，是有嘅。哇！再來，我看是在種落個。我哋下來隻碗。我翕相啊，古所因。湯滿凍哦，是麼？哦，當蛋糕。你真緊當好食，你食冷的呀，未凍得到哦。是白呢，你當爽。哎。哦了。哦，那是都有。哦，食點心咯。綠豆蒜先燙好準備，再來用250cc 的燒水，填130cc 的冷水，還有再來米粉切做麵團，再用熟的做成米奇木，燙過以後浸冷水，涼圓燙過以後要浸冷水準備，然後填煮好的綠豆蒜加糖、涼圓，安尼甜蜜蜜的米苔目綠豆蒜就做好咯。